就獨自聽天地號令，天明，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，亂局亦一樣人定。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躲。天命最高，誰贏誰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。他年輪迴今世劇情，誰無誰亦在歷史下行榮，殘酷過一夜情。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躲。天命最高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躲。天命最高，我冇放過我一家人，如果係你家鄉人，唔肯放過怪人。你有冇諗過要殺人？有。統一天下，豈能毫無代價？今次再錄，其實你問我都係阿趙增熹監製啦，不過今次多咗阿陳光榮負責編曲啦，都係今次除咗我唱之外，有阿峰同我一齊唱啦，咁啊感覺就好唔同啦。同當年同阿古仔拍，跟住到而家古仔係我老闆，跟住又可以同佢一齊錄。其實嗰陣時，我哋上次其實唱過一次嘅喺我演唱會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咁啊當 warm up 咯。上次係當係 warm up，咁今次正式喺個錄音室度錄。咁啊當然再認真啲啦，因為今次又有重新有個編曲啦。係，但係我覺得今次係 warm up 嘅，都係我同老闆合唱嘅第一次 warm up。我希望跟住嚟有機會有屬於我哋嘅一首歌。哦，好，好，哇，搞啲咁嘢喂。係啊，跳埋啊！其實我哋諗《尋秦記》呢個電影版嘅時候，都嗰個諗法都係真係想20年後先拍嘅，因為想等所有人都定晒大晒先拍嘅，即係譬如話喺個戲裏邊我個仔啦。阿大王啦，咁啊你問我想啲嘢真係個時間改變去拍咯，唔係話特登去寫個劇本出嚟啊咁啊拍佢可能10年之後又點樣咯？咁所以我覺得 timing 係啱嘅。咁啊當然啦，其實部戲唔會冇當初我哋冇諗過係要咁耐先出啦，因為中間有成3年疫情啦，咁所以又令到部戲延遲咗咯。咁啊而家卒之有機會同大家見面。天命最高，好多人話聽呢首歌一聽到個音樂一起咧，就個個都起雞皮嘅。亦都可以代表咗《尋秦記》係一個好悠久歷史嘅 IP 咯。咁所以大家會好有記憶啦。對嗰呢首歌《天命最高》呢4個字，我覺得都係
都係一個使命嚟嘅。咩叫天命最高咧？咁咪譬如我同阿峰啦，經過咗咁長時間啦，都而家都叫做都起碼達到我哋嘅天命啩。呢個世界冇咩叫最高嘅，但係我哋盡力去做咯。咁啊，等於我哋一齊去拍《尋秦記》一樣啦。喺拍個過程裏邊經歷咗好多困難啦，但係都一一克服啦，係。咁啊，卒之今日可以真係再一次可以令大家起雞皮，聽嗰首歌嘅話，冇錯。我係我聽咗個重新嘅一個編曲啦。其實我有一個少少嘅樣嘢我係 miss 嘅，就係一開始嗰個馬叫聲啊。因為大家係啊，因為我哋可能出電視，因為有畫面啊嘛。係啊，嗰個片頭係啊，有嗰個馬叫聲，但係應該嗰個馬叫聲就係喺個片入邊嘅，就唔係喺首歌入邊嘅。係咪咯？但係嗰下馬叫聲其實係集體回憶嚟嘅。交翻俾你咯，我哋交翻落去我哋。